係有開始實施咧，就係講緊有呢個申訴嘅機制嘅嚇。如果咧你哋覺得台上嘅裁判個判決嚟講咧係有失誤嘅話，你哋可以申訴。申訴係只係局限於申訴台裁佢判得唔公道啫。至於邊裁嗰啲就係冇得申訴嘅。而個申訴嘅費用咧就係1500蚊嚇，呢個係港元唔係美金，但係收現金唔收支票唔收本票即時呢個即時就填表交費用，咁就可以申訴啦。同埋咧申訴咧喺賽事之後嘅話咧就唔接受㗎啦，因為我哋亦都係為咗方便你哋有問題嘅時候第一時間去提出。好啦，咁亦都再重複翻，剛才張師傅已經講咗啦。申訴成功嘅話咧，嗰1500蚊就係退翻俾你哋嘅。咁同埋咧亦都再重複翻，正話張師傅都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咧由於我哋睇翻國際裁判法嘅話咧，係呢一個兒童咧同埋呢一個少年組嘅話咧，係喺裁判法佢裏邊咧，裁判法裏邊佢個禁用方法裏邊嚟講咧，就18.4嗰度咧就寫住咧，兒童和少年比賽可禁止運動員使用腿法擊打對方頭部，或用拳法連續擊打對方頭部。我哋要分清楚喺裁判法裏邊咧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可禁止，可嘅意思即係可以禁止，亦都可以唔禁止。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參與啲賽事嘅時候咧，點解有教練同埋領隊會議咧？你哋就必須要，如果我哋冇講到出嚟嘅時候咧，我哋盡可能都會係講清楚。如果你哋係有疑問嘅時候咧，都透過呢一個會議咧就嚟問我哋。咁而呢一個咧，我哋喺國際性嘅賽事裏邊嚟講咧，都係因應嗰一場嘅賽事。所以嗰一場嘅賽事就係6月14號整日嘅賽事咁樣咧，我哋咧就決定咗咧，因為亦都係配合翻咧，我哋銜接翻呢一個國際舞台嘅話咧因為兒童同埋少年都好啦。因為如果你係通常練習嘅話，打組合都係1-2如果你就咁跟住再打多一拳變咗犯規嘅話咧，咁其實對個項目發展嘅話咧，都會係都會有一定嘅程度程度一定嘅影響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咧都係容許兒童同埋少年組係可以連擊頭部，但係腳就一定唔可以踢上頭咁同埋咧青年組咧，剛才張師傅都講得好清楚啦，同成人一樣可以連擊，可以腳踢上頭，只不過係都係打分半鐘咁解。好啦，咁我哋賽事嚟講，我哋銜接翻國際嘅禮儀嘅話咧，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做一個 demo 咧就係。而家我哋中間咧我哋就作為介紹話，裁判長介紹譚君林師傅咁佢就係負責裁判長咁至於我哋副裁判長咧就係謝恩如師傅，咁跟住記錄員咧就係陳植惠師傅計分員就係林玉珍師傅。咁至於我哋兩邊嘅運動員咧，咁樣咧喺國際舞台嘅話咧，亦都係㗎啦，左紅右藍。點樣分左紅右藍咧？就係以裁判長裁判長嗰邊個位。咁即係換句話講，呢一邊就係紅方，sorry 呢一邊就係藍方，呢一邊就係紅方。好啦，咁樣當賽事一開始嘅時候咧，咁樣就首先就係裁判台上裁判上台啦。好，台上裁判梁嘉琪上台嘅時候咧，佢首先咧上到嚟咧，佢第一時間就係面向。我哋就係觀眾啦，向觀眾行咗抱拳禮，跟住就轉身向住裁判長呢邊行抱拳禮。咁然後咧就示意雙方嘅運動員上場啦。咁示意咗喺度啦。咁樣咧我哋作為運動員咧上台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唔需要台上裁判去示意嘅。好多時咧佢都會示意，點樣示意咧？示意裁判長呢邊行個禮啦。咁同埋咧，亦都示意佢向嘉賓嗰邊行過禮。
如果我哋按國際裁判法嘅話咧，上台嘅時候，每一場嘅賽事，當介紹運動員嘅時候，紅方運動員咁樣介紹咗佢名嘅時候，佢就要向觀眾行個普遍禮。跟住介紹藍方嘅時候，藍方又向觀眾行個普遍禮。同埋佢上到嚟嘅時候，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向佢哋本方嘅教練員行咗個普遍禮先。佢哋一上台嘅時候，第一時間就要向佢哋本方嘅教練行普遍禮，而教練就會回禮。咁佢上到嚟嘅時候，介紹佢哋嘅時候，佢哋就向來賓回禮。好啦，跟住當檢查員嘅時候，當檢查完啦，咁然後咧，佢哋就台上裁判就係示意佢哋雙方運動員行普遍禮。咁然後就開始第一局就開始咁就開始啦。好啦，好，當打完啦，咁樣佢哋退翻落去啦，好啦，退翻落啦，咁爭取時間場賽娛樂啦。咁好，第二局有示意佢哋上嚟咯喎。上嚟嘅時候，佢首先就係同佢哋本方嘅運動員行普遍禮。好啦，然後咧佢哋咧就雙方運動員行普遍禮。好，然後就第二局啦。第二局打完啦，好啦，分出咗勝負嘅時候，好啦，當佢哋唔使落啦，當再翻上嚟，咁就交換位置啦。好啦，呢一場嘅話，我哋就假設如果係紅方勝嘅，就佢呢邊啦；藍方勝就佢呢邊啦。好啦，平局就佢兩邊啦。當舉完嘅時候咧，場賽就退後一步啦。咁兩個運動員大家就相互行普遍禮，係啦，然後就向台上裁判敬禮。好啦，然後咧就向對方嘅教練員走去對方個教練嗰度行個普遍禮。對方運動員個教練就會回禮，咁佢哋跟住就自己可以走翻去自己嗰個方位啦。嗱，呢一樣嘢我哋會係按照翻國際裁判法咁去做，咁而場賽咧咁亦都可以行個普遍禮，咁就翻落去啦。通常咧我哋呢度冇寫，國際裁判法係冇寫嘅，所以你睇下每一場嘅賽事，當介紹運動員嘅時候，運動員向來賓行禮，佢冇話要向裁判長行禮，但係呢個禮儀嘅話，我哋喺國際舞台上都會係咁做啦。運動員上咗嚟，首先就係向裁判席嗰邊敬禮，然後介紹運動員嗰陣時候就向呢一個來賓嗰邊敬禮。喺呢一方面有冇問題？有問題都唔重要，因為上賽佢到時會有指令示意你哋做乜嘢嘅時候，起碼喺呢刻嘅時候，即係希望大家亦都透過呢一個學習嘅時候，大家去分享一下